教主，恕姥姥给二位带个话。滚！黑风主人已经知道你们会进宁府的事情，对你们很是不满意。姥姥让我提醒你们，少磨蹭时间，赶紧完成任务。哼，不然后果自负。我自有主张，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，还不快滚！告辞。也不知道要在这个鬼地方住到什么时候，再拖下去，黑风主人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放心吧，我会在师傅面前为大家求情的。我想师傅他不会责怪我的。这都要怪姐姐，犹犹豫豫，当断不断的。趁现在他们不在，不如什么？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，不如干脆杀掉姓宁的老太婆。一来可以向黑风主人和狐族有个交代，二来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不行，我跟小仙有约在先，在没有查出事实真相之前，我是不会对任何人下手的。聂小环，我可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胡来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。你也累了半天了，快过来坐下歇会儿。我才不累呢，干娘。如果你按照我说的，每天坚持泡脚，我保证啊，你能活到180岁呢。180岁？那我不变成老妖精了？我可没那么贪心。我只要看着你和彩晨有个好归宿，该嫁的嫁了，该娶的娶了，我也就放心喽。干娘，您别怕，那是我放进去的花瓣啊！您看，干娘，你看，你仔细看看。我是老了，怎么闹出这种笑话？蛇！快看看，蛇！聂小环，我就知道是你，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太，你好意思吗？谁叫她没有本事啊，活该被我欺负。这本来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谁有实力谁说了算。好啊，那今天我就让你尝尝被人欺负的滋味。哼，就凭你。唐静哥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是他先动手的，我懒得管你们的烂账，要打出去的，别在这里胡闹。怎么？你觉得我们很顺利？想暴露自己是吗？你说的没错，都是他，把干娘的洗脚水变成一盆毒蛇，想吓死他老人家。臭兔子，你少废话！我吓死他是为了我自己吗？还不是为大家着想。你说什么？本来就是嘛，只要那个老太婆一死，我们就可以顺顺利利的回去交差了。我警告过你，聂小华，你还敢胡作非为？你要是坏了我和小倩的好事，我一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滚！月容，你也给我小心点。
月容，干娘，昨天晚上那些蛇呢？赶快让人把它们抓走啊！干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哪有什么蛇呀？昨天晚上我洗脚的时候，那脚盆里全都是蛇，它们到处乱爬。干娘，您别怕，我仔细查遍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相信我。没有。我想啊，很可能是你最近过于操劳，精神极度疲倦，所以才会产生那些可怕的幻觉。幻觉？是啊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答应我好好休养，不要过于操劳了啊。唉，正是农忙时节，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，哪能静下心来好好休养啊？你放心吧，彩晨大哥不在家，不是还有我吗？家里的事情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忙打理的。你呀，就放宽心静养吧。月容，有你在我身边真好，有你这么个女儿，真是老天爷给予我的福分呐。干娘，你再休息会儿，我给你准备早点去。小倩姑娘，小倩姑娘，你好点了吗？前辈，来，我扶你起来喝药。来，来，我给你熬了药，谢谢。一会儿喝了药就好了来，喝吧。小倩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副药我给你熬了好几个时辰呢。你昨天为什么要那样做？什么这样那样的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是不是觉得这药苦啊？俗话说得好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所以说呢，你把药喝了，病就好了我再去给你熬一副。来，你先休息。别过来！小倩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手是怎么回事？嗨，这是昨天我砍柴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，过2天就好了。来，你先。你骗我！这明明就是昨天晚上你偷神剑被我发现，我们俩打斗时被我抓伤的。小倩姑娘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身体不好，还是先躺下吧。小倩姑娘，小倩姑娘，小倩姑娘，聂姑娘，聂姑娘，等一下，站住！你等一下，聂姑娘，别跑了！小倩姑娘，怎么了？快！怎么回事？我怀疑昨天晚上在炼剑室里偷剑的人，很可能就是聂晨。什么？昨晚我跟他打斗的时候，我抓伤了他的手背。那他的手有伤，所以他刚才被我要的时候，我惊叫起来，指责他就是昨晚偷剑的人。他大概是知道了我发现他的秘密，所以追出来要杀我灭口呢。我们走。走。来。小倩姑娘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走，跟我回去吧。住手！住手！宁小弟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聂晨呐。我们当然认识你了，恶贼！恶贼！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别装傻了，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，你很清楚。装傻？做什么？我……小弟，小弟，不要理他！怎么回事？小弟，小弟！
醒了。大木头，他们两个醒了。小倩姑娘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怎么样？小倩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宁公子，小倩，你们回到1000年前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对你一片坦诚，想不到你竟然对我这样！叶神，这把神剑关乎天下苍生之福祉，我一定要把它夺回来。看在之前交情的份上，我劝你把神剑还给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本事你就过来拿，不然的话，这把轩辕剑要熄灭了。好。既然如此，从今日起，你我兄弟之间恩断义绝。哈哈哈！好，别过来！你别杀我！小倩姑娘，小倩姑娘，我能进来吗？请进。怎么了？又做噩梦了？没有，没事。你呀，就是心思重，不好好休息。你这样子伤势怎么会好呢？这是我的事，不要你管。哎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小倩姑娘，听我劝，你现在好好的休息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，等伤好了之后再说啊。这个呆子，就知道笨嘴笨舌的劝人，也不管人家心里在想些什么。难道真的是我家祖先做错在先，惹来了杀身之祸吗？就算是他偷了神剑，大可找他报仇就是，杀光我的族人那算什么呀？也太狠了一点吧。小倩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累了，你走吧。哦，小生告退。哦，对了，那个，现在晚上有些冷了，你要多盖些被子。你现在身体虚弱，容易受风寒。还有，把刚刚煎好的那个汤药给喝了吧。啊，小生告退。为什么总梦见他们两个？他们俩怎么又在一起了？难道1000年前的孽缘又要再次重演？
彩晨大哥，读了半天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我得了点好茶，跟你泡一点喝。有了月容姑娘了，以后这种事情就交给小四儿去做好了。这是细活儿，叫他来怎么使得？再说了，我还想和大哥说几句话呢。哦，你这几天不在家，难道都不想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？人家是怎么过的吗？啊，有月容姑娘在，自然万无一失了。我彩晨当然放心了。这话说得对。你们走的第2天，那个聂小环就迫不及待施法吓唬干娘，把干娘的洗脚水变成了一盆毒蛇，吓晕了她。那我娘她……你放心，幸亏有我在，否则干娘就遇害了。多谢月容姑娘。彩晨大哥，我说这些只是想提醒你，陶静和聂小环留在宁府，就是想装神弄鬼吓唬人，长此以往，肯定还会生出很多事端来。之前是干娘，之后指不定是谁呢。有道理。所以啊，你还得找个机会把他们撵走，他们离开了，宁府就安静了。彩晨大哥，喝茶。哦。哎。彩晨大哥，茶香吗？香。宁公子，哎，燕道长，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刚好也有事情要请教你。啊，哎。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？什么事啊？这次你跟小倩回去，你们2个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想说你对小倩有没有动心？小倩对你有没有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动心啊，这个那个的。我说你的想法能不能不要这么龌龊？哎，好，就算我想多了，其实我想问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哎，还不如不发现呢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们发现聂晨聂前辈有偷宁前辈神剑之嫌。啊？这就难怪了。小倩这次回来那么郁闷，一句话都不肯多说。宁定光爱剑成痴，轩辕剑关系重大，他无论如何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如果聂晨是为了一己私利去盗取神剑，那就犯了宁定光的大忌。他们2个人反目成仇，痛下杀手，也是有可能的，是吧？我不能理解，我真的是不敢相信，我的先祖怎么会对聂晨一族痛下杀手呢？哎，你是没有看到，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好。宁公子啊，你实在太单纯了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，那确实是可以和平共处。可是，一旦有了利益冲突，那就难说了。哎，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束？不会的，我家先祖绝对不是手段凶残、殃及无辜的人。我见过他，所以我才了解他的为人。他是一个胸襟宽阔、一心只为天下苍生着想的好人。正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幸福，他才铸就了轩辕神剑，而且为了不让神剑落入坏人之手，他殚精竭虑，费尽心血。试问，这样一个胸怀天下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手段凶残、滥杀无辜的人呢？哎，你别忘了，聂晨有偷剑之嫌，很有可能后来把剑偷到手了，所以宁定光才会痛下杀手，不足为奇。不会的。至于是什么样的真相，我们都不清楚，所以先不要妄下定论。但是小倩，到现在她一直有这样的心结，
我看他心里很难受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劝劝他，让他不要这么难过。哎呀，女孩子的想象力真是太可怕了，我就怕她胡思乱想，把自己给愁死了。参见师傅。你终于肯回来了。这几天在宁家很乐不思蜀啊。弟子不敢。说说吧，这2天事情进展的如何？回禀师傅，一切还在进行中。要杀他，不是眨眼的事吗？为什么拖到今天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聂家的2姐妹，她们在做什么？师傅息怒，聂家2姐妹和弟子一样，对师傅忠心耿耿。为了完成师傅交代的任务，我们才汇集宁府，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下手。那机会找到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那是因为燕赤霞和严雨生横在中间，他们俩道法很深，所以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敢贸然下手，请师傅原谅。燕赤霞，他在搞什么休眠术吗？弟子听说，他们希望回到1000年前，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宁采臣死个明白。有什么好知道的？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。我已经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胡族的聂老太和聂小倩，他们不相信吗？倒不是不相信，只是欠下他们血海深仇的，那是宁家。报不报冤仇的，那是他们的事。我的仇一定要报的。我不会放过宁采臣他们的。是师傅，弟子斗胆。师傅何时和那个宁采臣结下的恩怨？我被封的元丹，修炼了1000年，就要马到成功的时候，却被宁采臣给毁了，害我还要再等300年。你说这个仇，该报还是不该报啊？弟子一定为师傅报得此仇，把宁采臣碎尸万段，以泄师傅心头之恨。杀他一个怎么能够？要灭了宁家的满门，鸡犬不留，放弃恨。这，弟子明白了。大家喜欢什么口味，尽管告诉我，就当是在自己家一样。干娘，你多吃点儿。哎，快吃啊！动筷子，动筷子。小四，哦，来多吃点儿。这怎么敢当啊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不要客气。哎，好。采臣大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茄子，多吃点儿。谢谢月容姑娘。对了，燕大哥，我替你准备了素斋，觉得还合口味吗？哦，挺好吃的。好。怎么着？瞧这架势，现在就把自己当成一家人了。是啊，你有意见吗？哎，小倩怎么没来吃饭呢？本来是要来的，可是身体不太舒服，就在房里休息了。身体不舒服，请大夫了吗？干娘放心，小倩不是什么大病，只不过是前几天陪采臣大哥用心攻读的时候感染了风寒，不过已经喝过药了，出点汗就会好的，对吧，采臣大哥？啊？哦。采臣，虽然科考在即，但是你也不要太紧张了。陶晋大师已经给你做法，请来了文曲星。他说了，文曲星会保佑你顺利高中的。娘，孩儿身体有些不适，想先回房休息。快回去吧，我一会儿让小四儿把夜宵给你送过去啊。孩儿告退。
费心了，我好多了。小千姑娘，你这样闷闷不乐，对自己的伤势不好啊。你要开心起来才行。开心？我现在哪有什么开心的事？你心里在烦什么？我很明白。依我看，在真相还没有大白之前，什么恩怨是非，先把它丢到一边去。宁公子，你说的可轻松容易，可事实摆在眼前，我祖先却是觊觎神剑，而你祖先也发了狠话，谁偷神剑就会杀了谁。宁公子，倘若我们两个交换下身份，你真的能够做到释怀？真的能够不担心吗？这还是算了吧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你找我？小倩，你跟宁公子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呀，我们两个好好的呀。没有最好。其实你们有什么也是正常的。我是你的引渡人，想给你提个醒儿，要记住，你们人虎有别，始终要把握分寸，不要越过底线就好。你说什么呀，燕赤霞？我和宁采臣之间能有什么呀？小倩，到底有什么没什么，你心里面是最清楚的。我还真就不清楚了，你今天把话说明白。我聂小倩到底做了什么了，让你话里有话的说我？好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？燕道长，你认识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别说我心里有着陶静，你怎么可以？我懒得跟你说了。难道这个牛鼻子他喜欢小倩？陶静哥，你可回来了！怎么样？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我刚刚经过后花园的时候，听到姐姐还有宁采臣的悄悄话。他们说了什么？原来他们都知道双方的先祖有很深的冲突。宁采臣的先祖还发狠话，要杀掉咱们的先祖。我明白了，难怪小倩什么都不肯说。看来他们在1000年前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事情。那他们是要隐瞒我们吗？太可恶了！陶静哥，小倩是我的姐姐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。她的心太软，优柔寡断，对宁采臣，她是下不了杀手的。陶静哥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难道你忘了你师父的命令吗？而且你这样做，也许会害死我姐的。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。哎，宁公子，雨生姑娘，怎么不开心啊？的确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应该早日让真相大白，跟那群狐妖划清界限。毕竟这世间人有人路，妖有妖路，人妖殊途。忘记自己的身份，和异类相处，对人对己都不是什么好事。况且令尊一个人将你拉扯大，毕生寄望于你，百事孝为先，你可千万别让他失望了。燕姑娘，我何尝不希望早日真相大白？至于你说的道理，我都了解。哎，今天难得你我都出来了，
咱们找个地方，我请你好好喝一杯。好啊，请。好。咦，嘿嘿嘿嘿，嘿，哈哈！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有好事的不喊我，什么徒弟呀？哎呀，师傅，你天天神出鬼没的，我去哪儿找你啊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啊，前辈好。哎呀，小雨呀，你真的是有眼光呀！你看这位帅哥啊，风度翩翩，仪表堂堂。你以前找那么多的男朋友，没有一个有他帅的，特别是他比那个牛鼻子要强啊！牛鼻子啊，对呀，牛鼻子。杨姑娘，这前辈说的是不是燕大哥？你不搭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师傅，你怎么一来就胡说八道啊？谁胡说八道？你跟牛鼻子我都看见了。有一天，你们俩在那个河边，他们俩在那个河边歪脖树下，你跟牛鼻子，你们俩那个牛鼻子要跟你这样，开始时候这样，你后来这样，后来你们俩就等一下，前辈，到底什么样啊？我没听明白。就是你们两个真是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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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姑娘，杨姑娘，没关系，我徒弟我了解，他一会儿就好了。不是这，你别站着了。你不是寂寞吗？你不是没人陪你喝酒吗？我陪你，来，坐，来坐呀！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辈，我要去给我娘买药，这晚了的话，她回去骂我的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行。那这桌菜怎么办呢？哦，前辈，这不还有你吗？你就自个儿慢慢享用吧。啊！等，又怎么了？这也不是酒啊！哦，小二，哎，给这个客官上好酒，都记到我账上。好嘞，宁公子，您放心吧，小的一定招待妥当。啊，前辈，那小生先告辞了。来，走。出门就看到喜鹊在大街上认识了帅哥你，就知道走桃花运了。来，再喝一杯。大哥真是好酒量。哎，我认识你，才是我郭小三走的最大的桃花运。大哥真会说话呀，来多喝一杯。我跟你说，我郭小四儿就不知道什么是醉。再来一杯，不知道醉的歌。香。哎呀，舒服。你往那边看。苍天在上，聂小倩诚心敬求，请让小倩尽早得知关于1000年前狐族先祖与宁家先祖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。小倩真的不想滥杀无辜，请苍天赐予小倩力量，遏制我狐族同类报仇之心和陶晋哥要屠杀宁家之心。小倩姑娘，小倩姑娘，我知道你们狐族对那段恩怨一直耿耿于怀，他们想屠杀我们宁家的想法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我求你，看在曾经共患难的情分上，放过我们宁家上下无辜众人。我宁采臣，甘愿被你杀死，以命抵偿。宁公子，你快起来吧。求你答应我，
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宁公子，你不要这样好吗？你关心家人的心情，我能够理解。可是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做主啊。他们恨的是我，与别人无关。只要你替大家说情，一定可以的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。我也想阻止陶杰，我也想劝说我娘，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。1000年前，我们胡族的悲剧那么悲惨，几乎被你们先祖赶尽杀绝。在这样的恩怨下，你怎么可能妄想他们放弃仇恨，放过你的家人呢？小倩，你是明白的，真相还未清楚，咱们也只是猜测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小倩姑娘，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吧。宁采臣，不要再花言巧语欺骗小倩了。你先祖做的孽，今天就由你的血来偿还。陶靖哥，事实真相还没有看清楚，你不能盲目断定血染真凶就是先祖。小倩，你倒是跟他解释一下，我们明明看见他们感情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小倩，我师父说的怎么会错？他绝对是你家仇人。之后，快让动手杀了他，为族人报仇。这一切都是你们的猜测，没有人亲眼看见先祖行凶，就这样定罪，未免太草率了。还不给我闭嘴！小倩，你说话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已经太晚了。小倩，既然你犹豫不决，那就我来做主。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把胡族的人全都招来了。什么？怎么对宁府每一个人格杀勿论？什么？宁采臣，认命吧！今天晚上不会有人来救你。明年的今天，就是你们宁家的忌日。陶靖哥！小倩，真相一直没有解开，此人一日不准杀。小倩，这小子一日不死，你就一日糊涂。非杀了他不可！严姑娘，不要杀生！